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来去美国念大学》，我是 Lisa。娃娃 TV， 今天我要来教大家的是如何选择学校。俗话说得好，学校选得好，一生没烦恼。美国的大学五爸爸囧，私立学校呢又贵松松，那好的公立大学呢又不好进，那到底要怎么选呢？相信这个是很多人的疑问。今天呢，我想要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美国公立大学的系统。在加州呢，公立大学有分3种。第一种呢是加州大学，也就是 UC。目前 UC 在加州有10个校区。我现在就读的 UC Berkeley 伯克莱大学呢，就是其中的一所。第二种呢就是加州州立大学，也就是俗称的 CSU 或者是 Cal State。而第3种呢是加州社区大学。很多人可能都知道 UC 在世界上的排名其实是很靠前的。那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在 Times 上面的大学世界排名。这个就是 Times 的网站。我们在这个网站上面呢，可以看到一些排名很靠前的都是一些私立学校，像是第1名的加州理工大学，还有第2名的牛津大学，第3名的 Stanford， 还有第4名的剑桥大学，还有第5名的麻省理工，第6名的哈佛大学。那我们来找一下 UC 在世界上的排名好了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UC Berkeley 呢，今年在世界上排名到了第13名 ，UCLA 呢也排到了第16名。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，今年 UC San Diego、UC Santa Barbara 跟 UC Davis 呢，也都排在了前50名之内。看了这个排名之后，可以说明 UC 在世界上其实是很不错的大学呢。加州州立大学在世界上的排名呢，大概就是在很多 UC 的后面之类的吧。而社区大学呢，它在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排名。社区大学呢，它其实就是一种大家都可以去读的大学。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社区大学，觉得它是什么奇怪的野鸡大学。我其实就是先读社区大学，然后后来才转学到伯克莱大学的。那什么是社区大学呢？社区大学呢，它其实是一种2年制的大学，它提供一般4年制大学前2年的课程，学费呢也是一般4年制大学的一半。一般人在社区大学先读个2年左右，然后修完一般大学前2年该修的学分，然后就可以申请4年制大学，然后去插大3。社区大学呢，它在加州是很棒的，它有很完善的系统，可以帮助大家来转学。所以如果真的不是很有钱，而且想省钱的人，或者是成绩不是很好，都可以先选择读社区大学，在社区大学打好基础再转学哦。以上就是我帮大家总结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一个赞，然后帮我分享出去。还没有订阅我的同学，可以帮我按一下订阅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或是有什么想知道的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